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特别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为了要反制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攻击，以色列的国防部已经敢呛讲，要推行在世间消息，而且这海外以色列民众也拢登去到了战争。交通部等咧评估各国的替代道路拍算对台62线8溜，为瑞丰到头城，佮用高架接国道5号台北到基南免1点钟。佮向有民众饲死者然后主人无伫咧，猫仔去饲着电子路线引起火灾，民众也获检方依照失火罪起诉。为了要反制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攻击，以色列的国防部已经敢呛声，要让哈马斯在这世界上消失。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表示，以色列受人攻击的前3天就接到埃及的警告，也讲到这摆哈马斯甲因偷袭已经规划2年多了。虽然这个以色列有继续伫咧反击，不过目前有150名人质伫咧哈马斯的手头。也讲到这加沙走廊唯一的电厂已经无伫咧胖路，也引起人道危机。为了反击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对初一开始对以色列发动叫做阿克萨洪水的攻击行动。以色列11周组紧急政府和战时的内阁，全力因应这场战争。以色列除了对加沙走廊继续空袭，军方嘛发动地面战的准备。国防部长格朗特阁呛声讲，要让哈马斯对地球顶规的武器。אנחנו נלחמים באויב אכזר, אויב שהוא גרוע מדאעש. ראינו ילדים וילדות כפותים שנורו בראשם, אנשים ונשים שנשרפו בעודם חיים, צעירות שנאנסו ונטבחו, לוחמים שראשיהם נחרטו。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11讲，以色列其实早就伫咧防攻击进行3天，就接到埃及的警告。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嘛讲，这场盗袭已经规划2冬这么久。根据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伫咧采购讲，哈马斯拢总是绑走150个人质。伊国嘅军方认为讲，哈马斯伫咧策划攻击进前，就已经甲藏人质的地点计划好，甲因藏伫地面下骹，安尼就袂互以色列的情报找到，袂防救出来。哈马斯嘛强调讲，那以色列无预警就去攻击加沙走廊的平民，因就会开始对人质来处决。这个部分嘛，互以色列的行动有真侪顾虑。The number of people displaced across Gaza has now topped 263,00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n increase of 40% since yesterday. More than 1,000 housing units in Gaza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some 560 have been severely damaged and rendered uninhabitable. I think a ground invasion, unfortunately, is inevitable, but I still think it's important to gather an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work with Israel and for those who have dialogue with Hamas in order to keep the pressure to try to contain it as much as possible, save the hostages, create a humanitarian corridor, exchange the hostages for prisoners in Israeli prisons. 另外一方面，加沙电力局的局长讲，当地唯一的发电站因为燃料拢用了啊，已经伫11停止运作，因为边境4界拢互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是欠医疗资源，嘛欠水、欠电、欠粮食，新一波的人道危机恐惊是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以色列除了大规模空袭加沙地区以外，这地面战也当咧准备。针对动员协备军人拍算本地是要征调30万人，今嘛要增加到36万人。真侪伫咧海外以色列民众，拢赶紧坐训练机登去参加战争，或者是投入后勤支援的工作。以色列中部都市火龙真侪人伫家己厝内阳台对音乐唱叫做希望的以色列国歌。当然，爱国心不止表现伫唱国歌，也表现伫真侪辱华以色列民众行动上。1948年建国了后，几啊摆中东战争，拢有不少海外以色列侨民或者是有亲友住伫以色列民众，无过真好生活，等故乡换军号，捍卫国歌当中，迄个犹太人2000年来希望所系土地。We have an amazing life here.
look at the weather, look at the waves. But when on the other side of your phone call, your brother call you and tell you, Ron, I am afraid, or your friends need you to protect your country, you're not thinking twice. 原本落地东华纽约的萨尔已经登去以色列各到加沙前线。All my friends from the army, they called me and they told me that it seems like we are going into a war. So once your friends are calling you, you're coming. So I jumped on the first plane I could and I came here. 以色列国防军除了将近18万的现役军人，后备役人数差不多是46万5千人。这摆为当击掌握加沙的哈马斯甲防止北平的黎巴嫩真主党探断攻击，以军原本动员30万后备军人，会扩大至36万，占比役人数超过77%。徛伫以色列甲背后支持的后备观点，以色列是为家己的生存利剑。不过对巴勒斯坦人，特别是拒绝接受和平共存的哈马斯来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也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就是种族主义甲殖民帝国主义。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that started that Saturday morning is a unified resistance that includes all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ll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s.And all of the militant groups in the Palestinian body politic. 甲哈马斯长期对立的华大派系，除了由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表示，近年来反抗以色列占领甲屯垦，并无实际发起大规模攻击行动打击以色列。公司新闻持家真朋友。以巴战争搁再发生，外交部也甲这以色列的旅游警示订户变做是干嘛设计？不过，伫遐的台湾人有去到驻以色列办事处讨救兵，所以无人要甲因处理。外交部有出面配合，强调办事处当前有伫咧协助避免要处理因的代志，唔通乱抹黑。也讲这款风声放映拢是人知作战。甲亲人揽做伙，徛伫台湾国土这一刻，这场团去以色列旅游的台湾团体，真正是放心。看那些游客啦，还有好像难民都好像是什么很惊慌，都在跑啊。有信教的都有祈祷了，没办法，还好回去要拜拜。想起惊险过程，原本旅行团要去教堂，空袭警报响起了后，马上就爆炸声。所有人迷倒饭店的防空区，虽然比原本的计划慢2天回国，算是感谢国界斗3天。有人怨叹受困在以色列向外管求助，却被回讲爱家己上网络订机票。外交部严正否认，讲这是人质作战。外交部对外界多次以不实的说法或报道污蔑驻外人员。深表遗憾，并予以谴责。同仁在空袭警报声中，以及自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一边避难，一边与需要协助的国人积极联系。外交部表示，无法度接受当前的努力被抹灭，同时将以色列旅游警示订户调整到加马色。巴勒斯坦加沙走廊甲约旦河西岸地区维持红色旅游警示。在于受邀来台参加高雄电影节的以色列导演，背离以色列美国战士，不过不幸是团队当中的임浩斯，也有另外一个导演的朋友因为战争罹难。We never ever thought we would be slaughtered.And we would be captivated, beheaded sometimes. That's something that recently was talked about. 伊讲，切这场恐怖攻击，就算定定咧战争的以色列人来讲，拢感觉是真粗残，真侪老弱妇女被掠。希望政府透过谈判对话，互政治转去。家己的电影为照场景伫故乡翕的，行程结束就会回国，因为归期的时阵，才是显示以色列人民互助、互相支援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新闻，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奉指控泄露藏水艦的机密，国防部长郭国正去到立法院报告，民进党团提出临时提案，针对机密的会议，要求所有人员袂当揸手机啊和录影设备，相关内容也袂当抄起来，也要接受驻警人员用电子探测器检查，也拢要签保密切结书。好，请按静音哦，不然等一下那边很吵。
把手机放伫演技场保管，阁必须签切结书，立委才会当进入议场，落实保密原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供认江南泄露秘密案，国防部长邱国正12到立法院备询，民进党立委罗致政临时提案，要求机密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袂使查手机啊、录影器材这通讯设备，袂使抄录机密内容炸出场外，而且应该接受驻京人员用电子探测检查，搁签保密切结书，互人解脱是马文君的条款。国民党陈以信认为临时提案要强行通过，这是违反庭序。民进党王定宇颠倒考试陈以信护航马文君，双方一直在论战。我要求在这个地方加入第4项，所有与会人员不应该在脸书或个人社群媒体公开机密会议的内容。王定宇，我就说你今天的重点，我告诉你们不应，我要求加入大嘴巴条款。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甲国民党团总调陈明忠达成共识，就议会各委员会的保密规定，要进行调研协商。不过台海情势正紧张，国防报告强军加强扰台次数，强基去年每个月扰台280多台，今年增加到每个月380多台。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停过，好吧？我们并不抱着很乐观或者极度悲观。邱国正表示，中共想要加兵力范围突破第2岛链，嘛加速第3只航南福建号海试。另外，以巴冲突愈来愈激烈，以色列展现48点钟动员30万的后备军人，咱国军敢有法度有同款的能力呢？动员已经有这个规划哦，它会分批，我们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啊，就做研拟。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对国防部修订紧迫军事投资案，会使用第1预备金来支应，无需要经过立法院审查，也引起议论。邱国正是讲，动用必须得到行政院核定，立法院若是感觉有问题，会当转做审查，袂趁机会要通过。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最近推出亲像 ChatGPT 的语言模型 CKIP， 所网友发现讲，中经院这套系统是使用中国的资料库，回应出来拢是中国观点。这个语言模型也伫咧找到赶紧落架。中经院院长廖俊智今仔表示，研究员是想要赶紧完成，才会使用到这中国资料库。未来也成立 AI 风险研究小组，替研究人员定出指引。点开中经院推测的繁体中文大型语言模型 CKIP， 范例内底显示，会当了解22K 是啥物，也会当写出各种文案。不过网友实际去测量，煞出现这情况。询问国家、国会、甲国官，全部拢是中国资讯。等于是模型使用到中国的资料库，也引起议论。这个语言模型查到就赶紧落来。不过中经院院长廖俊智12到立法院备询，点也立委赶快关心这个议题。我国最高领导人他回答是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我的国籍是中国，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离谱的一个状况哦。一名研究人员啊，因为他求快心切。他把尚未完全测试完毕的软体，以这个开源的精神上网，请大家一同测试。但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也学到很多正面的教训。中经院说明是研究员执行2项计划，想要把新的生成式 AI 带入明清的历史相关研究，想要赶紧来完成，唔再造成这个错误。不过 AI 开发语言模型，唔是研究员的本意，嘛无想到资料库背后的价值观嘛纳入。唔再造成这种错误。生成式 AI 风险的研究小组嘛，是征求相关人，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人自己组成，但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们会尽快进行。未来在推动这个 ChatGPT 的研究，我们还会持续的使用中国的资料集吗？我们会自己开发，这个配合国科会的这个派的计划。代志发生了后，中经院规划成立生成式 AI 风险研究小组，想要深入了解 AI 对社会的冲击，佮提供研究人员相关的指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道5号，若撞到这假日时啊，拢会塞车。交通部也当咧评估这国5的替代道路，打算对第62线北流，为这顺风接到宜兰头城，再搁用高架接到国道5号。若准评估有通过，按算年底要报行政院核定路线，上紧伫咧2026年发包。
大车一台一台对高速道路来，这条台62线万里水滨线快速道路，伫水滨这边未来有可能继续一直顺到宜兰去。这是交通部计划打造的港澳替代道路。计划名是台62线水滨延伸到宜兰头城，等待委外评估。去针对台62线的终点对宜兰方向接港澳，总长45公里，将往翡翠水库集水区。公路局讲会尽量减少环境的冲击。目前公路局正在进行可行研究，预计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期末报告，然后提送到交通部进行审查。那之后如果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就会进行相关的中规跟环评。若是经国一对台北宜山接台62的延春段到头城，时间差不多45分。目前延春段伫起点有2个方案，终点宜兰这边有3个方案。按算伫12月可行性评估每期报告都会出来。礼拜啊，安怎讲？啊，我袂晓塞车啊。你即摆会使讲本工哦，拢交4点5都逐工拢搭的。如果有替代都更好啊。把疏散嘛，疏散这些车潮人潮。瑞芳一直到暖大华系统这边要汇入国一的部分，会车流增加。那对这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要靠国一大华系统到汐止这个路段的改善，才能去降低这个影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评估，目前是拄着假日，各位接台62线的台化系统嘛会塞车。那台62线穿过去，比作港澳的替代道路，同款爱经过台化系统，恐惊同款会塞车，佫需要来进行配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总统大选的新闻，这南北合有新的进展咯。侯友宜阵营也有郭文哲竞选办公室今仔日约好势，拜六下晡双方的幕僚会会面。不过呢，当日拼连署的郭台铭阵营就批评讲，目前南北唔是真正要合作，大家拢有伫咧西暗盘。面对着在野党当日拼整合，这民进党的赖清德表示，选举也是有变化，家己爱做上好准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办第拜三，向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的竞办。等出南北合会前会5个见面的时间点了后，双方是确定10月14下晡2点半。郭阵营是竞选总干事黄珊珊，郭办的主任周如秀代表，和后竞办执行长金宝聪，国民党秘书长吴建庭见面来协商。会议前后拢会开记者会，避免争议。会议专程录影。大家就相关提出来的理念，甚至包括方法，什么事情都可以谈，好好的坐下来面对面。我相信两边都有善意的回应，就期待的我们朝蓝白合往前走。我想我们3个主张一直都没有改变。那这一次的会谈呢，也会针对民调跟辩论的形式来进行讨论。国民党这边坚持，若要南北合，爱先辩论再比民调。侯友宜是认为讲，无应该设前提开放讨论，嘛表达家己愿意辩论。不过希望透过联署推动在野团结的郭台铭阵营是批评讲，目前南北不是真心想要合作，是咧互相算计。郭董他是乐见于选民的期待，在野的合作。但是需要真心诚意的合作。我们看到目前蓝白之间的过招，其实越来越走向斗争的方向。郭台铭本人是连续2天拢无公开的行程，但是伊伫面册发文讲，家己是咧算真的，连续剩22天，同款会拍拼去冲分数。面对在野拼整合，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讲，选举搁在变化，家己会做上好的准备。未来我会将和平当作是我做总统的使命。维持两岸和平，尊严对等，各有对的和平，才是真正和平。赖清德12以副总统的身份参加玉山论坛，替12主办的金融奖颁奖，过去桃园走5个竞选行程，甲6节过好。记者综合报道。美商科博公司伫台湾的观音厂8月收起来，也当咧拆设备。不过，今早起呢，伫咧拆反应炉的时阵，却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工人伫咧拆的过程，造成炉内面规面砖啊壁放落来，结着2个工人送病院有关救护回来，另外1名工人也同款受伤。这事故原因是因为有2个人伫炉的内底，顶头有1个人用竹针伫咧拆防火砖啊，却造成规面砖啊壁放落来，结着下骹2个工人。消防大队赶到位的时阵，这2个人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有关救护回来。那顶头迄个有关是受伤送病院，暂时是无生命危险。不过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
伫咧中华线西昨早起8点发生死亡车祸，一名骑奥多巴的民众和轿车伫咧富线路和线东路相撞，这骑奥多巴的送到病院由援救无回来。线西伫8天内就3个骑奥多巴的民众过往。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除了这骑车赛车的习惯无改以外，这交通动线也有真大的改善空间。骑机车伫咧路口相撞，骑机车的人摔落去，救护车赶紧赶到现场，将50多岁姓杨骑机车的人送医急救，不过也是救无回来。现场已经呈现 O 卡，就没有呼吸、心跳，没有生命征兆了。11早起8点左右，中华线西乡河线路甲线东路口，当时骑机车人行驶伫河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刷甲长要转弯的汽车相撞。警方是讲，这个路口因为有青红灯，还有飘线，确实造成车祸原因，要搁调查。沿海地区的道路会比较人车比较少会比较宽广，所以行驶道路的时候也是要遵循号志不能横冲直撞的。不过，除了这件死亡车祸，中华线西最近交通事故真济。9月28日，沿海路甲富乐路嘛发生汽机车交通意外，姓骑机车人送医急救了后，20月初4宣告死亡。初5小犬风台来的时阵，2个民众骑一台机车经过沿海路的时阵，弄到去互强风扣来路中央的床珠啊，造成4名骑机车人死亡。短短8天，就造成3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到现场去会勘，然后就我们交通工程的部分，标志、标线跟号志这3个部分是为主要。累积经验久了，发生了越来越多次这种停了红灯，但是却一台车都没有的状况。久了之后呢，大家也会对这个红绿灯失去信心。在高速的这个干道上面呢，被这种横向的巷子一直交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设计状态。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伫路看车少的庄卡，也是郊区道路，用路人较会无注意青红灯，也是飘线，而且大路甲细条路的动线爱搁检讨，才会当避免这么侪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烦恼这以巴当咧冲突会互人放袂记，乌克兰也搁伫咧对抗罗西亚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11就头一届去到北约总部参加有50外个国家国防部长出席的会议。泽伦斯基是讲到这罗西亚和哈马斯是真亲像，讲即寡恐怖分子罢免会失败。美国是当场答应讲会增加军事援助，也强调帮助乌克兰的心是袂改变的。不过，罗西亚总统普京就质疑讲，这美国加派第2只航空母舰去支援以色列，颠倒互当地情势变更较紧张。就伫以巴战会升悬的同时，俄罗斯公布对乌东城镇阿夫迪夫卡加强攻击画面。这城镇第一顿的刺客8名是乌克兰顽强抵抗莫斯科的据点之一。乌军表示，反而俄军的炮火虽然真猛，不过因成功收掉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确实烦恼以巴战会会转移国际之间对俄乌抗俄的关注，特别第8至第8访问伫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参加有50多个防长出席乌克兰防务会议，呼吁各国提供各个支军会支持。Terrorists like Putin or like Hamas seek to hold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s as hostages, and they want power over those who seek freedom. The terrorists will not change; they just must lose. 美国国防部长马上宣布，新一波包含飞弹甲无人机系统在内，计值2亿美金，差不多64亿台票的援乌计划。Make no mistak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able to project power and to direct resources to tackle crises in multiple theaters. So we will stand firmly with Israel as we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美国团队要伫地中海东部部署福特号甲艾森豪号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协助以色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即期可能欠管开启紧张情势。Я не понимаю, зачем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туда подтаскивают авианосные группы в Средиземное море. Одну, там, говорят, анонсируют вроде вторую. Смысл я не очень вижу. Чего они собираются бомбардировать Ливан или чего? Чего они собираются? 土耳其总统也表达同款的看法，讲乌战争还未结束，各爆发以巴冲突，国际之间烦恼战术扩大，各国无同款的意见也愈来愈明显。公司新闻将会面评论。
昆雅上界大的井水湖、巴林沟湖，这几年因为这气候变迁，水是愈来愈甜，连当地蛞蝓的数量也变多啊。靠这个湖，伫咧生活民众是真烦恼，只要挖近湖边，就会去互蛞蝓攻击，甚至有囡仔互蛞蝓加起。居民即马要发起集体诉讼，要求政府赔偿，也爱解决这个问题。真侪年拢伫肯亚上大井水湖、巴林沟湖掠去维持生活的旅客，即马出船就真烦恼，因为蛞蝓随时会出现。I was attacked by a crocodile. I managed to survive, but one of my children didn't. My 12-year-old boy was killed. 过去10年，因为气候变迁，定定做大水，巴林沟湖水位凊悬，面积大一倍，唔知起因创纪录的蛞蝓数量。Look, there's one. 蛞蝓真咬计，要攻击人拢无情调，对当地民众来讲无法度预防，也有囡仔去互蛞蝓拖入湖内了后，就无搁转来。最近因阁愈来愈挖近人，甚至占领居民大的所在。People used to live here. There was a center, trading center here, so people relocated. 蛞蝓的数量一直增加，已经危害居民的生活。不过肯亚政府一直拢无提出解决的办法。And it is causing a lot of challenges to the population her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ho have been harmed by crocodiles, and without compensation, without even a formula, how we can be able to mitigate this challenge. 互大水侵袭过来被蛞蝓的居民，敢来当地附近设避难营，影响政府提起集体诉讼，要争取赔偿，通国有土地重建工园。为2020年开始，巴林沟湖附近已经有超过3万人有路无厝，当地民众是烦恼，若做气候变迁搁较大，政府搁唔肯重视这个问题，到时阵恐惊有搁较侪人爱被逼都离开工园。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杭州亚运已经结束啊！台湾选手摕到19块金牌，总共有67块奖牌。不过，这个19块金牌，奥运有比的项目只有9块。那讲到这巴黎奥运，剩无到一年就要比赛咯。体育署表示讲，已经有对策，这选手的黄金计划也会升级。总统蔡文伫总统府接见杭州亚运代表团，不止以1点钟，各俄罗选手的努力点到家己，鼓励个人，更是规个台湾社会珍贵的资产。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希望，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那就如同拳击赖祖文选手所说的：“做自己的太阳，成为别人的光，别人又可以当下一个人的太阳。”第4摆参加亚运，杨卓涵伫轻艇急流标杆逆转摕金牌，因为轻艇是奥运项目，为协助伊出国摕到奥运资格，黄金计划2.0版会为第5级提升到第2级。使用的经费其实还蛮大的，因为像我们国内其实没有场地，那一定都要去国外人工场地，然后做移训的话，那花费其实也很大。变成第2级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资源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成绩会更好。亚运表现真赞，黄金计划马上升级，女子破庆谷57公斤级金牌林玉婷，为不是黄金计划少年选手请兵演出国争资格。应该多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然后参与一些这种大赛的赛事，累积一点经验。那这次没有拿到资格没有关系，我们下一次就是才有办法拿到嘛。体育署解释，黄金计划锁定参加奥运选手，其他选手是专案协助。不过未来会建立推荐制度，将更较侪优秀选手达入第5级，针对职业选手也提出另外一个版本的黄金计划。潘正崇、高尔夫3次铜牌，他也表明了他希望再战一次巴黎奥运。那虽然是职业选手，我这边也希望国训中心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职业版的黄金计划。体育署强调，巴黎奥运无到1年，支持后勤的策略，国训中心甲运科中心的合作，爱赶紧来运行。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民众拢出门观光，不过国内旅宿业欠工的问题也是无度解决。像正做业者供应量能不足，计设也对立起价。有风声讲，这行政院打算要开放旅宿业，聘请外籍移工。交通部证实讲，这观光署已经提出方案，不过全面的规划阁爱含劳动部研究。甲枕头巾、床巾拢换新，防务人员爱伫上短时间内，甲民众退房了的房间摒扫清气。疫后观光真热，不过国内旅宿欠工的问题也是无解决，连带地属业者供应量能不足，房间起价。即晚传出行政院计划开放旅宿业聘雇外国籍劳工。劳动部也希望说能维持国内的稳定就业了哈。
比如说他认为中高龄的这个市场哈，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哈？我想这部分我们就也跟劳动部讨论以后再做最后的确认。根据观光署统计，目前女宿欠工差不多8,000人，其中房务清洁欠5,500人。有业者就讲，准讲甲薪水为较早27,000至28,000，调整为即卖至少3万起薪，各加奖金。不过，国内少年人甲中高龄的人也是无愿意做房务人员，因为部分升级饭店，一个房务人员平均都要摒扫13间，互大部分的人拢唔敢做。即卖来做有人力会当运用，当然会真赞同。补进来，我觉得对于这个人力的填补会有相当大的注意。防务人员呢，现在普遍薪资待遇都已经提高了，比较重要的还是在于工作定义的内容，然后培育的这个过程。不过学者认为，旅宿业招无员工上介大问题也是薪水少。人家其他行业也在缺工，也在加薪啊。你提高待遇以后，还是没有竞争优势嘛？过去一个铺床工可能只要铺10张床。现在可能要被迫铺到15张床，这时候纵手给你调薪调个2成，基本上那个还是没办法弥补工作负荷增加的这样的一个代价。观光署表示，针对旅宿开放移工已经提出初步方案，不过要由劳动部来做确认，包括开放人数、开放职缺、就业的年限等等，嘛要兼顾袂去抢到本地就业，会持续收集各界所提供的专业意见，做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欠工严重，为了要鼓励中高龄重新回来做事，政府推出妇女再就业计划，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的奖励金。不过，劳工团体认为讲，政府应该把这钱呢用在创造适合中高龄就业环境。即马一个人一款想法也引起讨论。喂，您好，要结账吗？亲切双人人客陈小姐是二处就业妇女，较早伫银行业服务，为了照顾囡仔离开职场，即摆囡仔大汉以中华职场担任麦当劳正职的服务员。公司原来体谅中高龄员工，亲像这限制签的技能，改做比较较轻的单元，方便使用。过早退休可能对政府来讲，或是对自身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友善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对中高龄就业是很棒的帮助。疫情解封了后，欠工严重，为了鼓励中高龄也是二处就业妇女重回职场，政府推出亲像妇女再就业计划，提出3万块就业奖励金，政府补助企业，通吸引人才。中高龄部分，我们大概每年会补助辅具，大概就是最高10万元。政府应该去思考传统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方面，怎么样去创造适合中高龄就业的一个劳动市场。劳团认为，轻视老人这个情形长期拢有，政府应该设计适合中高龄就业的环境，才是对症下药。另外，台湾去年整体劳参率差不多是59.2%，50至54岁劳参率是76.3%，不过超过55岁就开始大幅度降低，60岁至64岁的劳参率干那39.6%，尤其是60岁至65岁以上的劳参率，甲日韩比较起来，差约15%至35%。其实我们55到59岁跟整体劳参率是很接近的，加强奖助的对象要放到60到65岁。顾问职啊，或者是蓝领的这种职场导师啊，也都是中高龄劳工2度就业蛮适合的一些职务。面对中高龄回流，学者认为要重回原来职场，现实的状况确实有困难。不过，人的专家是讲，这经验丰富中高龄的人，能做当担任顾问，提供经验咨询，是重回共一职场可能的机会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恐怖的活泼的时阵是真古锥，若阵惹出代志是起甲半烧死。伫咧高雄呢，有2个查某民众饲4只猫，今年初这主人去到北部佚佗，厝内面的猫因为去饲到这电磁炉的开关，所引起火灾。虽然这泉水系统有随压水，不过也造成大楼电梯的损害。目前这2名民众也获检方依照失火罪起诉。猫仔真轻松，会当为灶骹遮尔悬的所在跳落来。伫高雄有2名查某，因做伙饲4只猫仔。今年1月，主人到北部耍，厝内底猫仔煞饲到电磁炉开关来引起火警。好在在大楼后水系统启动，才无造成较大伤害。不过煞害大楼4台电梯都歹去，共一栋大楼住户是食不满。上面有一个，它上面是没有炉具，但是它上面有一个板子，但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隔热加热板。那有些人可能为了不要让就是
换大量的锅具，所以他可能下面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导热板，连它的那个钢索都泡水，就是会有锈蚀的问题。一些电子的设备，它那个都不防水，一碰到水就需要换掉。经过住户实际试验，因为即马 IH 炉拢是做感应的面板，有温度的狗仔甲猫仔确实真简单，就会试着开关。即马小家庭愈来愈侪，真侪民众拢会选择 IH 炉来使用。电器业者就提醒民众，使用煞爱会记得将插头拔起来，才袂发生事故。除非你每次用完就是要拔插头，拔插头。对，除了这样子，对，只能这样而已。像这种的话，你没有拔插头，你不会小心按到开的话，它这边你没有放不锈钢的上去，它是不会热的。对，它不会任何启动，它只会那边哔哔哔而已。目前这两位查某嘛，互检方以失火罪来起诉。虽然即马大楼2台电梯修理煞，不过阁有2台歹去，大楼管委会当咧甲住户继续协调处理。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北市真侪所在拢有规大殿的这婚照，事实上伫公园饲这野生婚照是违法的。不过过去犯法的案件3年多竟然无90件，一寡婚照四界飞鸟仔乱放，造成民众困扰。动保处有分这红鸟仔的插架，互这鸟仔婚照唔敢绣落来。不过认为讲这效果是真有限，会去伤害到猫仔狗仔。一只搁一只，遮尔侪婚鸟飞来飞去，参加社区居民是真艰苦。4点钟了就开始咕咕咕咕了，真困袂好势。涂骹、河边拢是婚鸟屎，台北市真侪所在生活拢受影响。动保处发红鸟市，无要互这婚鸟真做问题。他发给我们100个，我们有请里民来领取，可是呢，成果不怎么样。我不会放啊，因为好像蛮尖锐的。然后猫咪呀、一些小动物可能会不小心弄伤。不止成效问题，有里民唔敢用，放伫后边厝顶阳台，都惊误伤其他小动物。有民代质疑，市府处理婚鸟态度最发酵消极，点名动保处设计劝导卖接触、卖分庭、卖延期。公园这场所，公园处处理无够力，违法饲婚鸟爱法，近3年拢是个位数。我们的驻卫警同仁，他们都穿制服，他们其实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走。追气的部分会变得说，会抓不到行为人。基本上我们是做宣导的角色，那我们会宣导教育民众说要如何正确的跟动物相处。目前的话，我们还是提供就是诱捕鸽笼，但是您也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治标不治本。亲像大安森林公园、干道宫、民权大桥、中正纪念堂，这些所在社区徛家拢真困扰，要改善婚鸟问题，恐惊毋是靠劝导就能解决，因为反红鸟市也引起互相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苏澳海军中正基地有一间妈祖庙，是全国唯一一间伫咧军营内面的庙。这疫情稳定了后，今年搁再开放，予一般民众申请，会当入去拜拜。也因为平常时国军常常有演练，海军表示讲，若准备申请拜拜，尽量是拜6礼拜。伫苏澳海军营区内面，对6腿爬起嚟，让看到一座 Q 版的妈祖神像，边就让看到一座有100年历史的妈祖庙——北方澳镇安宫。这是全台湾唯一一座伫咧营区内面的庙寺。最近有文书工作者送一块长头丝牌匾给庙方，唯一用长头文作为匾额啦。一般都是拢用4个字嘛。不管是慈航普渡或是什么神威显赫，它就比较与众不同。北方澳镇安宫的主委是由海军苏澳资源指挥部的指挥官担任。这座庙起伫咧清朝，改建过几多遍。军方1975年的灵验计划，伫北方澳起军港，居民拢搬到附近的南方澳。北方澳镇安宫甲镇殿的妈祖留来，其他神尊得到信众送到南方澳。若要入去参拜，要3天前申请。伫疫情期间暂停，怎么个开放？平常时因为这是海军的禁区，所以无法度入来。若要入来，爱伫个每周的礼拜6、礼拜天有可以进来参拜。有信徒初一15拢会向军方申请，所海军伫咧每一遍演训进前，也拢会去庙内面参拜祈求平安。因讲因为普通时演训较侪，求保密加国安，民众较无容易申请。军方建议尽量伫咧拜6时申请，因过外籍人士是袂当申请入去。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的万东稻开始伫咧吐水啊，真是昨仔无去互风台扫掉。不过最近关山的农民发现讲，这田里有一种虫拖会食叶啊，一暗2分地稻啊，拢互这虫食了了。台东的农改场是认为讲，这是一种叶啊生的一个刺毛虫，所以农民就要利用暗头啊去钻叶啊，杂草啊也爱挂互清气，防止这虫害拖出去。关山镇的农民甲因种的稻啊搬开，看到滚的所在有几多只虫，叶啊拢互因食了了，即下剩稻基啊尔，情形真严重。有一寡田敢若一暗啊尔，叶啊就因困甲空空。到底是虾米虫？农民无啥清楚，想要喷药啊，佫担心后个月就要收挂，会有农药残留，影响收成。较严重，看咧一丛内底拢20-30只，可能差不多存5块咧。增加好几遍农药量啊，还是没有办法。我还是建议我们政府应该要让农民烧稻草了。台东农改场研判这种虫是暗时规定出来，叫做野蛙的野的幼虫。这么秋天天气较冷，脱了真紧，这伫暗时敢若贼仔共款，甲规大片的稻仔田的叶仔拢食空空。建议农民会当伫尾仔时阵喷防检署公告的防野的药剂，效果较好。那到后期它会分散到各个稻丛，而且那个食量会越来越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稍微有一个不注意，就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大面积的损失。台东农改场提醒农民，喷药了就要等安全采收期过了才收挂，就能降低农药残留。关山镇公所估计，目前受虫害面积超过100公顷，可能也会有虫害发生。台东农改场是呼吁农民，伫残花落的草啊，也挂好清气，互叶啊无所在避，灾情才袂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学实农教育推广团队招国小的囡仔到温室内底，对野种教授成体验种植的过程，希望透过自然农法甲环境教育内容，让囡仔有正确的实农实安的观念。第一届接近来饲鸡啊，学生囡仔大家一开始拢真紧张，但是知影要安怎来照顾了后，囡仔颠倒抢咧要抱鸡啊。国立嘉义大学伫学校内底温室举办实农教育活动，让囡仔体验种菜、饲鸡。因为会当甲鸡耍，阁会当饲鸡，而且阁会当摸鸡，迄个感觉真正就好。先抓住它的脚，再把它的翅膀把它抱起来。伫体验饲鸡课程当中，教育团队教囡仔照顾动物的美感，种菜时阵教囡仔小解食物为菜籽一直到稻顶的生长过程。学校表示，这对一寡囡仔来讲是真好的机会教育。我从小让他知道，我们不要吃所谓的化学肥料，我们应该努力吃所谓的安全的蔬果、无毒的蔬果，培养他这样健康的食安的教育知识。我想这个过程，互囡仔直接就是知影讲，咱的食物，直来实在无容易，过来。这是一个照顾的过程，囡仔嘛会当体会，原来这嘛是一段生命教育的过程，囡仔实在摸着土壤，感受食物的生长，是实农教育当中真重要的部分。嘉义大学表示，实在参与的经验，唔但会当让囡仔有真深的记忆，嘛让实农教育的精神会当为细汉就来定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第12开始，由政府11个部会联合主办，有太空科技、自通信到 AI 技术，各种下产业的创新科技拢总有，计共有1200个单位，是有史以来上届这一届。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讲，国内各种产业直直的创新进步，这是咱会当伫咧世界徛起的基础。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第12起过，由政府11个部会联合主办。今年会期23个发明参与的企业甲学术单位，计共有12个单位是历来上济的一届。这也显示国内外对创新发明的重视。现场按太空科技、自通信到 AI 技术，各种下产业的创新科技拢有。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就讲，创新也是台湾会当伫世界徛起的基础。台湾没有天然资源，所以台湾人非常清楚，除了创新，台湾没有第二条路。这个也是台湾今天在国际上可以立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几年来，伫国际上当前的 AI 科技，嘛是这届重点之一。就为企业和学术研究单位投入研发，成功把 AI 应用伫医疗门诊，提供治疗的建议。未来民众都唔免为着要看医生，开几廿点钟的时间在病医等，反正也通减轻医护的负担。我去较早妈妈去检查一个心脏，拢爱2、3礼拜了后才知影结果是安怎。咱即马随时就知影哦，咱有什么治疗方式啊？我感觉这对病人啊真有保障。另外，像讲运动训练这方面，也有真侪科技的应用。比如今年杭州亚运当中正受关注的无胜具，台北科技大学就甲清华大学运动科技中心合作，发明一个训练用的实景机器人，结合 AI 和 VR 技术，未来会当模拟对手的招数，甲咱的选手对练。金牌的选手背后都有个金牌教练嘛，设计一个移动的机器人，可以承受拳击手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拳的力量，然后呢，进而减轻教练的负担。这科技的应用，拢是为着要让咱的生活愈来愈好。这届的展览伫台北世博一馆，按10月12办到14，加强3日，民众也会当入场体验。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已经是第7年的世界音乐节伫台湾，对今开始一直到这个月15。除了台湾的团队以外，今年搁再邀请南韩、乌克兰等国际团队做伙来打造下领域下届音乐合作，希望会当让台湾民众感受到不受限制音乐活动。使用传统加西乐器，演出真有特色的音乐气氛，真创新，嘛强化传统音乐的特质。这是南韩团体 ADG7 的音乐表现。No matter how dark things seem, love always wins. 由乌克兰甲加拿大音乐人组成的巴拉卡拉瓦布鲁斯，以乌克兰福音音乐甲世界各地民谣进行音乐实验，要向世界传达乌克兰拍拼争取自由的声音。2组重量级的国际音乐团体来台湾参加今年度的世界音乐节，at台湾，要让台湾民众无同的音乐享受。Showcase 的邀请国外团体来台湾展演，哈，那很难得的是有50多个团体报名参加。当初举办世界音乐节初衷是让世界看见台湾，让台湾听见全世界，这样的梦想逐渐在落实中。当然，从以前的3天，我们延长到4天。这个当然卡斯也更坚强，这是一个建构台湾跟世界音乐的一个舞台。世界音乐节 at 台湾，今年是第7年，推出一款跨国跨领域的展演形态。除了音乐展演以外，也有讲座、商店加市集等活动，要打造全面性的音乐盛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文化、台湾的风土有遐尼济，你对台湾的了解究竟有偌济呢？这拢是咱台湾在地的宝贝。来看高雄大树煲水疗的奇民野祭典，有200多年的历史。那当地水疗国小的这学生囡仔呢，是邀请到在地时代，带这囡仔来了解到奇民野的故事。而且学囡仔也真认真，家己做红仔用台语来搬去，有影真趣味，也当学台语，咱做回来看卖。囡仔用红仔来搬戏，而且是用台语来演出当地奇民野故事。大树水疗里奇民野祭典已经延续200多年，今年登录做高雄市无形文化资产。为着要让学生了解故乡，奇民野文化协会甲学校来合作，利用红仔来演出奇民野故事。有学生原本袂晓讲台语，演出了后才有成就感。有成就感，能够跟老人家讲台语，然后还可以上台演出。对，让头一摆表起点名表演，互大家看。阿嬷会先讲台语，互阮听，阮听无，阿嬷就翻国语，互阮听。
这了个小甲地方协会来合作，去年是推出绘本，今年是播红仔戏。当中有20位学生参与，老大人先讲故，互囡仔了解移民的故事，才旧的剧本，而且家己做红仔，伫故事节迄天搬互老师看。台湾人啊，我就讲啊，你台湾人一定爱学台湾话啊，吼啊，即摆若听话，我就阮国语甲伊讲安尼。演出的过程内底，长辈嘛是透过因的方式，要安那互囡仔会当接近咱在地遮的文化甲语言。啊，咱遮囡仔嘛透过长辈的教导，学习到可能一般的人学习袂到的文化。这摆演出，长辈嘛做伙参与，学生嘛自然用母语来认白故乡历史。记者将伊飞区朝阳高雄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2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也有未来3港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